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日半夜初二嘅暗查新闻，我係林楚玲。爸爸風采到兩下為10年內，今日開始客家新聞將會連連禮拜推出爸爸水災9月內嘅報道。今日就開始會先同大家共下來檢視一下爸爸在起重建嘅進度。爸爸風采到兩下為10年內，在面對前往當中受到各界嘅關心老幫助，大家可能係相互嘅提手用感覺企起來。行政人未成立嘅莫拉克風采在後重建委員會，針對基礎建設、加燃老產業兩生態方向，共下來推動重建計劃。喺去年8月27日當家嘅通過嘅莫拉克風采在後重建特別條例草案，兩係庭內。特別預算係2265.08億元，雖然照兩下來講，用舊部嘅工廠算係有事先高價，不過認為重建唔係短短嘅1-2年，出咗得做好，在面到兩下限期動手。今年個體咧，政府有乜嘅具體嘅作為，南北重建嘅規劃有應用辦理繼續來進行咯。爸爸風采9月內嘅專題報道，兩下出大家共下來深入探討。地毯一條大廈是看到一輛嘅沙沙車同怪樹來來去去的嘢，未追點上沙。所以要結要黃公公嘅老農孩，喺去年爸爸風災嘅時節，橋梁嘅坡本大塊睇咧。一下條櫃體橋同老農孩嘅富安復建工廠合同嘅關係，不過一年過睇咧，對高鐵所在嘅鄉親來講，還係又驚又不安。工作效率是不是唔好啊？你想？爸爸到現在都1年呢，佢都係冇做到有，都以前有來嘅，有停下來嘅都冇，等於都冇做嘅啊。我哋政府有做到乜嘅冇做到乜嘅，做到一條路，有沙塞最這位啊，都做到一條唯一的一條。出題態度同橋見進行衝突，嗰那過去條擺同鬧嘅送點嘅，一下嘅勝利，沙係冷冷清清。查清楚啊！像較早前年嘢講擺到禮拜吼，安尼規街路攏做嘛雜雜嘅人啊，啊你睇看連安尼山莊啦，啊做餐堂嘅攏種，有嘅數逐步嘅攏種做辦這位啊。去年莫拉克風采南台灣受到動態嘅損害，重建嘅工廠未見頭嘅進行，雖然有冇理想嘅理所，不過本期也掉試圖行較好嘅係，係用舊貨有為初步嘅成果，總算本期也掉有獲做得安心來吃。就行政院莫拉克風采在後重建委員會統計，到99年4月底之前申請核定就有2114件用舊貨，到99年8月初8為止，用舊貨已天做的完工1480件，完成率可能達到70.01%。那本案就做如下的決議：莫拉克颱風災禍重建特別條例草案修正通過。第98年8月27日，立法院未3讀通過莫拉克風采在後重建特別條例，本周3年天天內來催通，其中特別預算編列核定呢1165.08億元，到99年6月分批的491.17億元，實際執行呢329.41億元，執行率就達到了67%。重建的這個計劃啊，以國土保育為主的，然後中央跟地方結合，就會形成產業重建計劃、家園重建計劃跟基礎建設重建計劃3個方面來推動。他已經打定路基，河壩水噴起來嘅畫面，還係本大家動靜。唔但將風采歸節，是為大白陸太義災民就開始時，自家同戶家嘅安全。面對災民嘅受力，莫拉克風采在後重建委員會被提出嚟實際嘅運作方案，專家學者未本記下到專業嘅建議同看法。一聽而用一種內統，好，一種做法做起來就講即時反應系統，好，即時行動系統，要指揮前者一定要做明確起來，唔是話有得有應退，做到災前就去思考，所以有人把它稱為叫災前的災後重建計劃，或是這樣的思考。如果我們這邊萬一發生災害了，我們要怎麼重建？
如果是这样，那它时间就可以拉长。我们的灾防法刚修订啊，那把这个救灾啊当做国军的他的那个任务啊，特别是在灾区啊，他的避难的演练的工作啊，都持续在进行。一年的时间，东家就过去了。一条灾民唔但将勇敢面对行出灾后嘅暗影，比对美國相互扶持，行過東廠嘅重建之路。同時對中央地方政府嚟講，重建嘅腳步一步未做唔得起，唔但將為同心合作，未為詳細嘅談，但係災民嘅心聲，強下對行過將危機變轉機嘅一條路。行新聞分析上美軍綜合報道。